那群主有转发这个叫大家转发让更多人来看这个公益微电影。我把它按画面存那个记事本，然后要投稿，结果按右下方3个点出现有可以做影片动画，显示位置啊。我做了动画，做了 GIF 动画，也做了动画。来欣赏动画的兰花。这个龙珠果、龙须果一种中药材养生的。金黄色果实。你看，夏天4月份就有金黄色果实了。秋天采收全株都可以做药材。你看这个都是中药材。龙须果、龙珠果。这是百香果。龙珠果的花也是类似这个百香果的。然后呢，它是像大拇指头那么大而已，很小颗一粒，小小的一粒像大拇指头。百香果就很大了，像个拳头那么大。那个龙须果又叫毛西番莲，百香果又叫西番莲。另外有三角莲的花也是类似。